秒電影24格16比較任意拍，無論你想要電影深度定無聊都好，都盡在電影24房。歡迎嚟到電影24房，喺呢度每一格畫面都係電影未死嘅證明啊！究竟恐怖情人恐怖啲，定係睇愛你至死不渝恐怖啲呢？大家好，我係許君，歡迎嚟到電影24房。如果想用創作人嘅視角去了解唔同嘅電影，歡迎 subscribe 我哋，咁我哋就可以一齊發掘電影嘅無限可能啦。今日想同大家講嘅電影就係呢排都好大熱嘅《愛你至死不渝》Obsessions。話說呢，我唔係一個恐怖電影嘅 fans 嚟嘅，我係嗰啲心血比較少嘅觀眾啦。咁所以呢，些微有少少恐怖畫面啊 jump scare 嗰啲呢，我真係會嚇到彈起身，然後爆晒粗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個愛你至死不渝，因為其實佢喺上年已經喺歐美地區上咗畫啦，然之後又有呢一個票房嘅奇蹟啊！佢係用75萬美金嘅成本就已經喺當時斬獲咗2億美金嘅票房，which is 係刀仔鋸大樹嘅極佳示範。咁所以我就覺得既然佢咁好評如潮，就算恐怖極都應該係值得睇嘅。咁於是乎呢，我就膽粗粗去咗睇啦。睇完之後，我第一個感覺係恐唔恐怖呢？ Honestly 就睇每一個人嘅承受能力，但我覺得好似坐完過山車咁刺激咯。我會形容為刺激係因為佢真係有好多位你估佢唔到，你以為嗰一刻佢想嚇你咩？但佢又好似突然間想搞個 get 喎，到你覺得呢一段應該平平無奇會 chill 翻啲㗎啦，但佢又突然間失驚無神嚇你一跳。就係呢一種上落嘅心情啊，令到你個心臟呢喺套電影嘅個零鐘之間呢，你係 keep 住跳得好快。所以睇完之後，我睇埋個 credit 啦，我硬起身諗住離開個戲院嘅時候，我發現我腳軟，因為我上個禮拜先至去完海洋公園玩機動遊戲，所以嗰個感覺係一模一樣。我係第一次可以係透過一套電影獲得呢一個感受，好神奇，好神奇。好啦。咁講返呢一套電影先，講呢套電影之前呢，講下佢個導演。個導演同我哋上次介紹嘅 Backroom 導演呢，其實個背景非常之相似，就係佢哋都係喺 YouTube 開始呢為人所認識嘅。而今次呢個導演呢，阿 Curry 啊，我簡稱佢阿咖喱啊，咁佢就喺幾年前就開咗一個 YouTube channel 啦，叫做 That's a Bad Idea。咁就同佢嘅 partner 呢，一齊搞一啲喜劇類嘅短片嘅，咁然之後佢係一個8萬訂閱嘅 YouTuber， 咁正可能因為佢營運呢個 YouTube 嘅期間啦，就累積咗一啲點樣喺拍攝當中揾到一個可以觸動到觀眾嘅節奏感，咁所以呢，佢就膽粗粗咁樣喺2024年淨係用咗800美金，即係大概7000蚊港紙，就拍咗一個叫做 The Chair 嘅恐怖短片。而呢一套短片呢，喺網絡上都已經獲得咧超過成1000萬嘅 view 數，咁所以啲監製啊、電影商啊已經咧開始對咖喱仔咧有所注意啦。咁但係佢好有吉事，當啲製片人想佢將 The Chair 改成電影嘅時候，點知佢就話 No， 攞一個更好嘅劇本。於是佢就 sell 咗 Obsession 呢個劇本咧俾嗰啲電影嘅製作人咯，然之後佢哋又相信咗呢個後生仔，最後就有今時今日呢一個成績啦。可能因為呢一套嘅導演同埋 Backroom 導演都係由 YouTube 出身咧，咁所以初時都有唔少嘅人將呢兩套戲去做類比啦，去做比較。咁但係我又覺得咧係不能比較嘅。因為 Backroom 佢始終已經有一個好完整嘅世界觀喺 YouTube 影片入邊，即係電影 Backroom 只係呢一個世界觀嘅後續或者叫外傳，所以冇睇過以前嘅前傳嘅觀眾，淨係用 Backroom 呢個電影去對比而覺得佢差過 Obsession 嘅時候呢，我覺得就係有少少唔公平咯。因為如果講個世界觀嘅宏大，其實 Backroom 導演嘅想像力其實係勁好多，我自己覺得。咁但係 Obsession 有好多觀眾睇完都覺得個故事好估到喎，好 predictable 喎。佢做到1/3嘅時候已經估到佢後面想點喎。但係點解個好評都咁高呢？我覺得最主要係佢點樣用一個好新穎嘅拍攝手法去包裝一個老掉牙嘅恐怖情人愛情故事啦。咁所以簡單講下呢個愛你至死不渝 Obsession 嘅故事係講乜嘢啦？
咁就講述男主角 Bear 其實佢鍾意咗 Nikki， 而佢啦、Nikki、Sarah 同 Ian 呢，佢哋4個係 buddy 嚟嘅。但係每一次當 Bear 想表白嘅時候，都會俾佢嘅懦弱同自卑拉住咗，佢一直都冇勇氣同 Nikki 表白，甚至呢，以為 mean 佢就好似係 flirt 佢嘅情況下激嬲咗 Nikki， 而誤打誤撞嘅情況下呢，佢就買咗一支 One Wish Willow， 佢覺得淨係靠自己嘅勇氣或者不足嘅魅力咧，係唔足以令 Nikki 愛上自己，所以佢就情願用呢一個魔法 Willow 去許願，令到 Nikki 愛自己比世上任何嘢更多。而好明顯啦，大家睇 trailer 都知，最後呢一個願望帶嚟嘅並唔係一個好結果。咁喺呢度我就唔劇透咁多啦，而我反而想講幾個值得探討嘅位置。第一，雖然好多觀眾有話個故事情節好易估，但係佢個恐怖感係點樣營造出嚟嘅呢？大家如果有發現，其實當阿 Bear 許願之前，啲畫面都係相對明亮，至少每一個角色嘅面容係清晰可見嘅。就算係夜晚嘅場景，至少你都可以見到 Nikki 清晰嘅五官。但係當 Bear 許咗願之後，我哋覺得奇怪嘅 moment， 或者係相對有壓迫感嘅 moment， 就係 Nikki 明明喺正你面前講緊嘢，但係你完全睇唔到佢五官，你淨係見到佢嘅剪影，而嗰啲剪影呢，好多時係靜止不動，靜止不動之餘，仲要配合埋其實佢講緊嘢嘅喎，咁成件事係咪好 odd 啊？個感覺就好似你面對緊一個紙板人，佢係唔會喐噶啦，佢個樣就係咁平面噶啦，但係你可以同佢溝通，而你亦感受到佢嘅情緒，所以你就會好實在地感受到真正個 Nikki 其實係 trap 咗喺呢一個軀殼入邊咯。好，第二個 point 就係啦，個故事發展到中間，阿 Bear 其實係想逆轉呢一個情況，所以佢打電話俾呢一個 One Wish Willow 嘅所謂製造商啦。雖然個電影冇講明，有啲觀眾可能係覺得有個類似好愛 Bear 嘅靈魂上咗真實 Nikki 嘅身體，亦有啲觀眾就係話好似係 Bear 剛剛去世嗰隻貓嘅靈魂上咗佢嘅身體。但係呢，導演咖喱仔其實接受過啲訪問嘅時候話完全唔關鬼怪事嘅。所以我嘅推測就係佢 make 個 wish 啊嘛，咁呢一個 wish 點樣可以成真？就係令到阿 Nikki 嘅自由意志失去咗，而俾一個好似好愛 Bear 嘅呢一個意志控制咗佢嘅腦袋咯。如果呢一套戲唔係講啲神怪嘢嘅時候，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推斷。簡單講，即係人格分裂咯。Bear 許完個願之後，Nikki 被強制地分裂咗一個好愛 Bear 嘅人格出嚟。咁如果用人格分裂嚟解釋，你都會知道主人格同埋分裂出嚟嘅人格有時會喺入面打交噶嘛。分裂出嚟嗰個人格有時會控制住主人格，唔俾佢出現，或者佢哋內在係會嘗試去 dominate 翻個身體。咁呢個我覺得係比較合理嘅解釋嘅。咁所以當佢哋瞓着咗嘅時候，有幾個 moment 其實真實 Nikki 係有出現過，佢可能自己都喺度 figure out 緊發生緊咩事，所以佢就錯失咗當真實 Nikki 出現嘅時候向人求救或者解釋清楚嘅機會咯。當然去到有一幕大家都覺得係經典㗎啦，就係佢瞓着咗， Bear 咧咁啱諗住去公園揾 Sarah， 然後 Nikki 開口講嘢，佢求 Bear 去殺咗佢，佢話呢個唔係佢好辛苦。喺呢個情況下，如果順住個電影去向 Bear 應該係你講緊啲乜嘢啊咁樣嘅反應嘅，但佢反而好冷靜，亦都好自私冷血咁樣答，同我一齊真係咁辛苦咩？即係咩意思呢？佢係好清楚知道真實 Nikki 個人格其實係被壓抑住，而所謂好愛佢嗰個只係一個創造出嚟嘅人格，只不過呢個人格擁有 Nikki 嘅外在咁解啫。你話 Bear 其實享唔享受呢一種被寵愛嘅過程呢？我覺得係佢擺明係 M 底咯，佢既享受又恐懼，既想放開又唔捨得放開咁嘅狀態，所以佢去到後面一系列嘅選擇都係錯，而令到觀眾都會開始慢慢討厭呢一個人物。雖然一開始套電影呈現到 Bear 好似係一個純粹極度內向怕醜嘅宅男，婆婆又啱啱過身，隻貓又啱啱走咗，好孤獨，所以好容易會令到觀眾同情佢。但係電影一路推進嘅時候，你就會發現所有嘢真係佢自己攞嚟衰咯。呢一種想令自己嘅另一半成為自己心中所希望嘅形象，
嘅恐怖愛情片呢？我個腦袋就即刻出現咗 Ruby Sparks。我睇緊嘅過程已經個腦海有少少浮現咗呢一個電影啦，甚至係 Gone Girl 都係講述有一方因為唔想失去另一半，所以就會用佢哋嘅方法去令另一半唯聽是從。例如輕輕講下 Ruby Sparks 啦，咁男主角係一個作家嚟嘅，但有一日佢發現咗有一部好陳舊嘅打字機打出嚟嘅嘢咧，原來可以成真喎。於是乎佢就 create 咗一個佢心目中最 ideal 嘅女朋友。但慢慢佢就發覺，當佢女朋友開始有自己嘅意識嘅時候，佢覺得自己好痛苦，佢自己都唔想好掛住個作家嘅時候會喺度喊，佢自己都唔想好似隻貓咁依賴個男主角。於是個男主角見佢咁痛苦，佢就成日更改呢一個女朋友嘅設定。而其實佢每次呢啲設定，佢都令到女朋友係更加辛苦，所以最後佢決定 let go。既然佢真係咁神奇地創造咗一個咁好嘅女仔，佢就收埋佢個打字機，佢唔再改變佢，佢由得呢個女仔忘記佢嘅情況下，好開心快樂咁繼續生活落去。而 Gone Girl 就係講乜嘢嘅呢？ Gone Girl 就係講一個已經結婚多年嘅夫妻，但係老婆發現其實老公並唔係佢想象中咁完美。所以佢就製造咗一場失蹤案，仲要嫁禍返佢老公，令到佢老公要承受背叛佢嘅一啲後果，從而可以慢慢控制返呢個老公，做返一個聽聽話話嘅人。咁但係呢一套 Obsessions 比起呢兩個講恐怖情人嘅故事有啲乜嘢更加好呢？雖然呢幾套電影都有少少帶出喺愛情之中，究竟你真係愛呢一個人，定係愛你想象中嘅佢？你淨係愛佢個優點，定係你係愛佢呢一個人？咁而 Obsession 呢，我覺得係將呢個命題推向咗極端咯。就係如果你用愛力強行抹殺咗對方嘅自由意志嘅時候，你只會得到一個披住人皮嘅軀殼咯。一個人當然就係有優點有缺點，而一個完美嘅愛情係你會愛埋人哋嘅缺點啊嘛。咁但係你只能夠接受佢嘅優點嘅時候，你已經抹殺咗佢嘅整體性。而冇一個人會希望佢嘅另一半係接受唔到自己嘅整體咯。你一生人都可能好不幸地遇過一兩個恐怖情人，只不過 Obsession 呢套戲係將呢個 situation 推到最極致咯。不過有時你哋睇一啲奇案嘅 YouTube 嘅時候，都不難發現，其實有好多男女糾纏嘅命案都係因為有其中一方就係呢一種咁有 Obsession 嘅恐怖情人。By the way， 我都想再探討多一樣嘢。就係大家發唔發現近排嘅恐怖片都好似由女性嘅角度去出發呢？譬如《仲夏夜》、Pearl， 即係呢幾個都係近代比較令人哋深刻嘅恐怖片啦。我又唔想將呢個議題楞到去 DEI 嘅，但係其實會唔會係某程度上成個社會或者至少嗰班導演開始覺得女性某程度上喺呢個社會之中的確有一種無形嘅壓迫或者係剝奪，所以想透過呢一種其實佢都可以好恐怖，佢都可以反抗嘅電影形態去為女仔發聲。我唔知可唔可以咁樣講啦。咁但係似乎啲電影呢都開始唔想將女性 stereotype 做係必然嘅受害者，所以我都作為一個女性去睇呢套 Obsession 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刺激咯，都有一刻覺得會唔會有一日我哋其實都可以用力量去保護返自己呢？其實關於呢一個電影我都有好多位呢好想再同大家分析，但係李輝呢佢又未睇喎，所以睇下等唔等到佢睇完之後，我哋一齊做一個全面劇透嘅分析影評俾大家聽下啦。例如佢入面啲奇怪動作其實有冇原因喺後面嘅呢？或者深入分析佢一啲嘅拍攝手法啊，同埋佢啲角色設計，睇下等到李輝返嚟可唔可以一齊再將呢一個電影拆皮拆骨去睇下點解有人對佢又愛又恨啊。好，咁今集就嚟到呢度，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 comment and subscribe。如果有啲乜嘢想話俾我知，都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知㗎。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